讀電影舉手唔該，哇，居然冇，編劇都算，哇，好感動，即係唔讀電影都嚟呢度傾偈啊，好事。咁啊，我哋嗰時係冇咁多平台嘅，即係我20幾歲嘅時候咧，浸會仲有邊度啊？仲冇啦，好似啊，港大好似有少少新聞系都係叫做，係冇咁嘅機會。要讀電影咧，就似乎要出國嘅，即係香港係好少機會。同埋浸會嗰啲入到去嘅機會咧，係好大家爭崩頭嘅，即係冇咁多。同埋嗰年代比較保守咧，係唔係屋企人唔係好贊成我哋做呢行，好多都唔係好贊成嘅。咁啊，到而家發展到而家咧，我覺得係好事。有咗呢個平台之後咧，我覺得唔使一嚟到大家話想即刻去做電影啊，做大銀幕嘅，或者有啲又唔想做電視，覺得係流水作業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嚟嘅。如果大家有咁嘅興趣啊，咁嘅經驗咧，譬如我舉個例，我舊年有一個電視台嘅朋友，佢就出咗嚟啦，唔做電視啦。咁佢就想投資電影，佢就籌集咗啲幾百萬嘅資金啊咁。咁佢就話：喂，陳一芬，你嗰個一個人1.5million可唔可以投資啊？咁但係嗰個budget又大，即係演員又貴啊，製作費又貴。咁佢幾百萬、200-300萬咁擺落嚟嘅話，個老闆都唔想要佢，佢又冇乜用嗰啲錢，對佢嚟講200-300，一個大嘅投資方又唔需要嗰200-300。咁佢揸住200-300點咧？咁我同佢講話，不如你去做啲微電影，即係喺微電影你用200-300拍一個微電影咧，係個 budget 係幾好噶啦。咁微電影仲有一個好處就話，佢後尾佢同愛奇藝合作，咁微電影佢嗰個擺喺度之後咧，如果你係幾好嘅咧，係吸引人睇嘅話咧，佢永遠都擺喺度噶。你 click 個名上去咧，你點擊落啫嘛。咁佢頭一年咧就好似係5蚊睇一次，佢就用200幾萬拍咗一個叫奔跑吧小強，聽得到啊？奔跑吧小強，奔跑吧小強。咁就卒之我就冇俾佢參加投資啦。卒之佢就賺咗100幾萬，跟住仲喺度點擊緊。咁呢個愛奇藝睇，咦佢啲作品都有質感喎。跟住咧同佢商人合作啦，就簽咗10部。咁咧就開始話大家提高啲製作費啦，因為賺咗錢啊嘛。咁佢由300幾萬，由200幾萬變咗300幾萬。咁佢第2部戲咧就好似叫女拳王唔知咩，就揾咗成龍嘅徒弟做，就收咗400-500萬。咁又賺咗100幾200萬。咁其實係微電影係另外一個出路嚟嘅。如果對於中意做傳播啊，中意即係我唔係成日講錢，但係我覺得咧係你要揾到食，即係你先可以繼續去做更好嘅作品噶嘛。咁但係當你如果你話我唔係，我幾個好朋友夾手夾腳利用微電影呢個平台去拍啲嘢出嚟，我覺得又係好事嚟嘅。咁如果你真係想入呢行咧，呢個係一個途徑嚟嘅。可能你係用好少錢，可能個製作係呢個好似係因為騰訊好多客戶贊助咧，好似係唔知20萬左右。我哋係冇收錢嘅，因為公益電影嚟嘅。咁本來唔係我做嘅，本來係我叫咗陳果做嘅。陳果好中意做戲嘅，咁點知陳果甩咗我底，咁啊即係知道我冇辦法，仲3日拍啦，唯有自己頂硬上。咁我覺得微電影係一個好嘅平台嚟嘅，俾人睇到你嘅作品，最緊要係創意。我覺得如果冇錢做製作嘅時候咧，大家夾手夾腳籌到少錢咧，最緊要係個 concept， 係個 idea， 咁你先突圍而出。即係我成日都講，你唔係你拍大電影、拍電視，又我都係電視台出身嘅，我麗的出身嘅，微電影又好，你一創作嘅時候咧，你先諗咗 poster， 然後你先諗一句 catchline， 我會去講咩嘅？譬如頭先我劉德華嗰個《唐盜奇緣》咁我就話佢想快啲長大，佢卒之得償所願，1日變大10歲，但係佢得7日命。咁我講完個故仔喺4句上面講完啦。咁我張 poster 就係佢嘅老樣，即係仲見唔晒嘅。咁你諗到張 poster， 諗到嗰個 catchline， 咁你嗰部戲值唔值得拍？你不論係微電影、電影好，已經有個定奪㗎啦。因為你可以幾句説話講咗出嚟咧，咁已經想投資你個人有咗信心之後咧，咁佢就會聽你講故仔落去啦。唔係話你一開始嚟咧長篇大論講半個鐘頭故仔，哇！其實10個投資有12個都係唔識電影嘅，即係都唔懂嘅，佢做投資嘅。所以我覺得係兩樣嘢啦。微電影係一個出路嚟嘅，係不論你中意呢樣嘢唔攞嚟賺錢，
又係可以表現到你嘅個人嘅作風啊、風格啊、魅力啊。另外一個你已經係去跨進一步，係一個橋梁嚟嘅。可能有啲人一世都覺得我淨係做微電影嘅啫，因為嗰個寬容度好大，嗰個創意可以唔使咁多限制，唔使話咩又要審批啊咩啊，都有審批，但係冇咁嚴謹啦。即係喺個微電影嘅世界入邊，咁我覺得你可以繼續留喺度做微電影，唔使一定要改變話我要去做其他大電影或者咩。睇下大家有咩分享係最好嘅。阿鐘嗰個角色其實都演出都幾到位嘅，即係幾深印象。你講個湯狗喎？係啊。因為我點解揾佢咧？佢個名叫孔二狗。哦。孔二狗啊！孔二狗知嘛？網絡作家。呢個，佢係我好朋友，咁佢又咁我覺得佢個樣係似呢個鄉巴佬，或者走翻嘅嘢。陳果咧就似一個去收地嘅人，我覺得。即係我哋做電影，我覺得我做導演咧，我做監製，咦個樣似呢個人喎咁喎。嗱，如果要做呢啲戲咧，我覺得你唔好食狗啊嘛，咁我就極盡煽情嘅。咁我喺現場我都幫咗個導演嘅，啲狗嘅回頭啊。即係望住我嗰啲咧，我就會做足嘅。即係我覺得，因為我係一個娛樂，大家我係希望你哋會捉住你眼球，所以我所有煽情嘅嘢咧，我叫佢做足嘅。個導演本來好淡嘅，咁我唔知，我唔會影響個導演咧。咁但係個導演都聽我講，佢話即係你要去感動人，你去令到人哋唔想做呢件事咧，都有啲感覺啊！啲女仔有冇感覺睇完之後？導演你好，咁我想問下呢，就係動物嗰個方面呢，因為我哋知平時如果拍開啲動物都係好難控制，但係我睇呢戲入邊佢個戲就比較足，就想問下係咯，即係點樣同啲動物嗰個管理員溝通啊，同埋點樣去現場去練到去做嘅。今日大家結識咗呢，冇乜必要都唔好拍動物。美國係點拍㗎？美國係頭先嗰隻狗咧有10隻，一個打關鬥，一個就淨係負責回頭啫，即係一個就握手，即係分分鐘狗都有情緒噶嘛，佢啲狗食飽咗唔喐噶嘛，佢到下晝食飽唔喐噶啦，佢喺樹蔭下即刻諗下，咦頭先嗰個我哋入去傾偈啊，個樹蔭下咪拍咯，就一定有部機咧就擺定喺度嘅，隻狗做乜嘢咧就捉嗰隻狗，咁我可以指入去，即係狗係。我以前講嘅一個臨時演員，一個狗，一個 BB 係好難拍噶嘛。你係好有耐性，有好多部機，最好係一 BB 嘅一個樣係差唔多嘅，最好有幾個 BB。一拍喊咗咧，我咧就拍 BB 咧啊，一拍 BB 一拍喊咗咧，得換第二個嚟。阿陳太，你個仔埋位啦咁樣。阿你睇你個仔休息陣啦，未走得㗎，未啊。導演你有冇中意邊啲嘅電影可以等我介紹翻去我嘅知人睇啊？我中意一個導演，但係近幾年有少少嗱，大師梗係黑澤明嗰啲唔使講㗎啦。但係我中意史匹堡，史提芬史匹堡。你睇下佢乜嘢戲都拍，辛德勒名單，到 Purple， 到呢個 E.T. 大白鯊，佢嚇你，佢叫你笑，即係呢個先係全面嘅一個。因為我成日都想講一樣嘢就話，電影係對我嚟講係分兩種嘅，一個就係電影藝術工作者，一個係電影娛樂工作者，冇對錯呢樣嘢。我就係後者嚟嘅，我就係 entertain 你嘅。咁但係而家我有咗宗教信仰，我唔想拍鬼片。如果我要拍鬼片嘅話，我一定嚇死你為止。我任務嚟㗎嘛呢個，我要嚇到你咁都要睇，即係呢個係當然。而家我因為有宗教信仰啦，第二就係而家心臟病啊，冇話60-70歲先有心臟病，而家分分鐘係20-30歲都有心臟病，咁我費事啦。即係如果我要你笑，即係我比較拍小白笑片，就係因為笑係最難嘅。咁你就拍例子，譬如我拍動作片嘅話，我一定賞心悅目。劇情你覺得一般唔緊要，但係你俾錢入嚟睇戲，個動作你一定收貨。即係我要盡量做到呢一點。而家印度都出咗一個大師嘅，睇來自 PK 的咩？即係佢又出咗部新戲，即係佢呢個我哋覺得係呢個年代嘅大師嚟嘅，佢真係犀利啫。好簡單嘅武戲，有冇好咩好
緊要嘅手法啊，又咩又唔係，但係我覺得佢係講古仔，即係對我嚟講係講古仔嘅導演最緊要。多謝大家。